美国白宫前国安顾问普顿来台湾访问，今仔日发表演说，讲到中国威胁，佮讲台湾主权独立，伊认为美国应该甲台湾建立正式外交，嘛爱扩大区域合作，做伙保护、做伙防卫，互中国唔敢拍台湾。美国白宫前国安顾问波顿来台访问，头一场公开活动就是参加第12届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，佮以台湾长期安定为题发表演说。波顿讲到中国威胁，提倡美国应该甲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，美国也爱派更加侪的军舰通过台海，确保自由航行权。中华武器供应力量，赶紧补助对台武器交换的空棒，才会当吓惊中国。Now, on the political military side, I think there's a lot more bilaterally we need to do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. I said in 2000, so 23 years ago,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extend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Taiwan. 波顿指出，相同先进基地，认为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，刷落来台湾会面临2024大选。波顿也指出，听到真侪关系无应该惹事的讨论，也毋过伊认为，只要台湾存在，中国大家拢会感觉互冒犯。对此，将中国威胁对世界公布，加共同保护参自我防卫，都会变得真重要。Not just in the military space, not just making Taiwan a porcupine. The more Taiwan is embedded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collective security, collective defense efforts, the lower the likelihood that China will take military action. 波顿也强调扩大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性，呼吁欧盟等其他国家也采取更加侪的措施来应对中国威胁，像派出军舰到台海，互中国知影为了攻击台湾会有什么款的效果，也需要演绎安怎影响中国封锁台湾对全球造成的经济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